2星期之後，這邊一路開始收成，準備製作食物。學生這邊的收成真係估計錯誤，跟學校反映了問題要跟進。呢啲係再次示範，都追反個進度，希望可以有收成。黑番茄都開始收成，這些就是上一段片講為咗補救扦插植物出的新番茄苗。呢個係扦插縮時拍攝嘅部分片段。掘個窿塞入去重新種植，每個嚟參與嘅學生都會有一棵新嘅希望，佢哋可以有收成啦。另外有2盤比較好的去完成我開頭的想法。